各位早晨，先陪大家睇下分區氣温。截至上晝7點，各區最低氣温介乎8.8至13.3度。至於最高氣温介乎9.9至14.6度。嗱，一齊睇下風勢圖。東北季候風正係為廣東帶嚟普遍晴朗嘅天氣，而預測方面係天晴，日間乾燥，朝早相當清涼，日間最高氣温大約19度，吹和緩東北風。展望聽日大致天晴，朝早仍然相當清涼。除夕同埋年初一雲量會增多，氣温回升，可以見到最高氣温大約19至21度。而年初二夜晚黑同埋隨後一兩日氣温會再度下降㗎，氣温跌至大約15度。預測今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，一般同埋路邊監測站都係低。睇埋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預測係6，強度屬於高。睇埋其他城市天氣。廣州、澳門天晴，廈門多雲，台北多雲，上海天晴，北京天晴，瀋陽多雲，首爾多雲，大阪多雲，東京多雲，胡志明市多雲，馬尼拉驟雨，墨爾本多雲，悉尼驟雨，布里斯班天晴。奧克蘭多雲，溫哥華多雲，三藩市天晴，洛杉磯天晴，紐約落雨，多倫多落雪，倫敦天晴，巴黎驟雨，阿姆斯特丹落雨，法蘭克福落雪，蘇黎世多雲。天氣先講到呢度。